新闻一开始，先看台南的林德，一个查甫人食毒驶车，车顶搁载5个囡仔，这违规警察要甲查，搁唔愿停落来，一路走转向走互警察局，最后是伫路口却弄到电火条，嘛连带害到车顶5个囡仔，拢总吊伤送医。 警察车单警报，不过头前的货车煞唔愿停，也搁一路加速，结果伫路口的时阵，互一台轿车弄甲飞起来，规台货车驶一轮了后，弄到电火条才停落来。需要现场导致人数蛮多的。 货车因为弄伤大力，车头严重变形，车斗的物件落规涂骹。因为边仔就是公园，也搁传出有囡仔受到影响。加在只是假消息。这场警匪烧肉发生伫23下晡5点外，警方接到毒品的情报，去到林德区咧查的时阵，发现姓吴的男性驶货车违规下过双黄线。警方要去甲查，对方煞拒绝，搁加速驶走。货车内底5个囡仔吊伤送病院，上细汉的敢若4岁。 本分局同仁接获毒品情资反映，于2月23日16时前往调查，发现无姓嫌犯驾驶自小货车出现，且有交通违规情形，遂启动警笛肆意拦查。无姓嫌犯拒绝拦检，一路加速逃逸，至5号支路口与另辆自小客车发生车祸。 肇事的姓吴的男性33岁，警方伫现场除了查到松山分段依托米纸，嫌犯快态也是阳性。哪像烦恼食毒，互人抓到，竟然无顾车顶5个囡仔的安全，伫街头弄来弄去，落尾造成车祸。专案照毒品甲公共危险等罪嫌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